Hello，我係 Isaac，嚟自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嘅。我今次就參加咗呢一個科學完成工種嘅工作體驗計劃。今次工作體驗就揀咗 supply chain。咁我喺 supply chain 呢個部門呢，我就落咗去 warehouse 嗰度去參觀，體驗到supply chain 原來都要同 IT 去合作嘅。例如我就體驗到揾嘅嗰啲 barcode 要透過一個 IT 部門去到列印出嚟啦，用 RFID 去到取代啦，跟住令到佢更加自動化，更加慳力。Hello， 大家好，我係 Rachel， 我嚟自德蘭中學。我揀 IT 部門係因為覺得 IT 部門應該係會好有趣。參觀咗 warehouse 先我發現，其實 IT 咧同 supply chain 兩個部門都係有好多 cooperation。我同上司參加咗一個 vendor 嘅 meeting 啦，講解一啲 products 點樣運用喺我哋公司。